回歸香港樂壇喺啟德開 show 嘅謝霆鋒，44歲仲咁有號召力，真係鋒芒不減。連女朋友王菲都入埋場睇 show，一齊活着 FIFA。入場捧老豆謝霆鋒場嘅兩位仔仔都10幾歲大，真係時光飛逝啊！謝霆鋒係一個時代嘅 icon， 鍾意佢嘅當然覺得佢好有型，唔鍾意佢嘅就覺得佢做作兼 MK。查實謝霆鋒正就係 MK 始祖。就等我哋回顧返呢位 MK 之父追憶逝去嘅 MK 時代啦。謝霆鋒老豆謝賢同阿媽狄波拉係香港娛樂圈嘅風雲人物。佢同細妹謝婷婷細個嗰陣就已經上電視，每逢農曆新年就會見到佢哋全家同香港人拜年。謝霆鋒8歲嗰陣同屋企人移民溫哥華，入讀聖佐治學校，但因為同一個欺凌亞裔嘅白人學生打交，結果被踢出校。返到香港，佢入香港國際學校讀咗1年，但佢話因為俾雜誌踢爆打交事件，所以被逼退學。16歲嗰陣，佢就去日本東京音樂學院學音樂，終於踏上演藝路。多年後，佢講返讀書生涯，佢幾次公開表示好後悔中學輟學，話教育唔單止係學知識，仲可以培養思維同視野，對年輕人成長好重要。話說當年謝賢做生意失敗，負債累累。有傳謝霆鋒為父還債，同飛圖唱片即係英皇娛樂前身簽咗長約出道。但謝霆鋒出道呢唔係一帆風順，作為星二代，佢被標籤為靠父蔭，加上性格反叛，試過無啦啦跳上張台度，而演出時例牌掟咪掟吉他，簡直係佢嘅招牌動作。喺一場演唱會，因為音響設備出問題，佢一怒之下掟吉他，網民批評佢唔愛惜樂器。連佢嘅偶像樂隊 Beyond 都喺一場演唱會上整咗段惡搞 MV， 黃貫中同黃家強相繼將手上吉他打爛，而葉世榮亦拎起一個鼓掟落地下。片尾再附加2行字眼寫住：以上全屬傻人行為，如非傻人切勿模仿。令人聯想係暗串經常打爛吉他而受到抨擊嘅謝霆鋒。佢後嚟解釋掟吉他係因為吉他走音或者耳機有噪音，純粹情緒失控。佢仲自爆掟完吉他佢會後悔，每把壞咗嘅吉他佢都會執返嚟放喺盒，仲話年輕要做年輕嘅事，掟完係會心痛㗎。喺啟德開 show 嘅謝霆鋒唱歌玉蝴蝶非走不可，但講起佢嘅歌，大家第一時間都會聯想到活着 FIFA。事關活着 FIFA 嘅單線 solo 俾人講足咁多年，好多人都話段 solo 用一條線彈晒冇料到，又指佢錯晒樣彈扮 rock。但係Supper Moment吉他手阿雞曾經解釋過單線 solo 嘅難度，佢話要彈得準兼且空弦同撳落去都要準係超級難，所以唔好再話呢個 solo 易，幫謝霆鋒平反。2001年佢仲俾日本搖滾班霸 GLAY 邀請參加演唱會，不過當時有報道指 GLAY 成員話佢嘅吉他彈法唔係好掂，而謝霆鋒就呢件事拋下過一句冇丟香港樂壇嘅架。曾經暗串過佢掟吉他嘅阿婆黃貫中喺呢件事上反而力撐謝霆鋒。佢話批評其他人嘅技術係一個好愚蠢嘅做法，因為好同唔好往往係見仁見智。阿婆仲聲言其實 GLAY 都唔係好掂，不過冇得講好唔好，音樂係好抽象，最緊要係要有誠意同 enjoy。大家以為謝霆鋒靠反叛路線殺出重圍一炮而紅，但佢藝術出道頭4年條路崎嶇到不得了。佢話啱啱出嚟嘅時候俾人靴足4年，唱到今時今日，佢而家上台都仲會驚㗎。佢自爆嗰陣時攞住個咪，個人喺度搖，唔係搖緊拍照喎，佢係避緊人哋掟上台啲水樽同熒光棒啊。佢話雖然冇因為咁而喊，反而經理人 Mini 因為佢而喊到豬頭咁，所以佢同自己講更加要堅強。雖然負面新聞多多，但謝霆鋒喺當年靠住 MK 形象紅透半邊天。但發生咗頂包案，令佢事業一度大受打擊。話說2002年3月23號凌晨，佢揸住架價值240萬嘅法拉利 F360跑車喺香港島紅棉路撞向路面，成架車幾乎變形。事後由司機承確定頂包，不過單嘢被調查人員揭穿，查出當晚揸車嘅人係謝霆鋒，好快將佢拉埋。法院認為謝霆鋒喺事發之後未有執好手尾就離開現場，已經係妨礙司法公正。裁定謝霆鋒罪名成立，判謝霆鋒還押壁屋監獄14日後再做判決。
最終佢被判240個鐘社會服務令。替死鬼成國定就喺認罪同埋出任污點證人之下，被判坐監4個月。而被指任由頂包案發生，罪名係串謀妨礙司法公正嘅差人劉國偉就被判坐監6個月。謝霆鋒同劉國偉唔滿意判決，而污點證人成國定則以曾經推翻口供為理由申請上訴。2003年11月28號，終審法院駁回謝霆鋒嘅上訴。謝霆鋒喺庭後表示冇期望冇失望。2004年10月7號，終審法院判劉國偉上訴得直，劉國偉被法院改判無罪。喺頂包案入面，成國定同劉國偉都要坐監，但身為當事人嘅謝霆鋒就判得最輕，淨係240個鐘社會服務令，引起市民譁言。而謝霆鋒被香港學生選做2002年最負面人物同埋風雲人物之首，形象插水。受事件影響，謝霆鋒被迫潛水一段時間，喺2003年復出之後，更加將事業重心轉去內地。轉戰內地之後，佢拍咗幾套劇，包括《小魚兒與花無缺》、《玉觀音》、《無極》等作品，穩住陣腳。2014年，佢主持12道風味，走遍全球揾美食。雖然被指食材同烹飪過程有誇大，例如稀有食材其實係普通貨，磨刀戳味濃俾王祖藍惡搞13道風味，但節目幫佢轉型成功。佢嘅磨刀絕技俾網民笑稱冇劍。香港01記者請教肉檔師傅，話佢磨刀唔正宗，笑到肚痛。2017年，佢喺米芝蓮晚宴即席揮毫截將，俾黃秋生同張敬軒抽水，網民笑到拆天啊！講到感情史，謝霆鋒同王菲經歷過分開再復合，相當唔容易。事實上，謝霆鋒出道至今都係比較鍾意同一啲成熟過佢嘅女性拍拖。有傳佢10幾歲嗰陣同教唱歌嘅戴思聰個女戴新慧拍拖1年，戴新慧話自己係謝霆鋒初戀，但謝霆鋒從來冇公開承認有冇同佢拍過拖。1997年，佢同趙學而秘密拍拖。狄波拉話第一次見霆鋒嘅女朋友就係趙學而，當時趙學而係飛圖過檔到英皇，而謝霆鋒係師弟，兩人年紀相差8年。不過呢段情拍咗3年半就冇咗。趙學而後嚟話係美好回憶。2024年趙學而開演唱會，謝霆鋒都有送花籃恭賀，可見分手亦是朋友。除咗趙學而，盧巧音亦同謝霆鋒有過一段情。盧巧音話當年同謝霆鋒一齊開音樂會，謝霆鋒突然上前送花俾佢，又主動追求，之後好自然一齊。可惜好快發現大家性格唔夾，維持咗幾個月就分手。盧巧音更笑言自己係普通女人仔，分手原因可能係因為自己冇謝霆鋒想像咁有型。然而真正造成轟動嘅係謝霆鋒1999年同當時紅到爆嘅王菲相戀。當時20歲嘅謝霆鋒同31歲嘅王菲被影到喺酒吧親密互動，風飛戀轟動全港，年齡差與地位差成為媒體焦點。喺2000年，兩人喺出席梁朝偉憑《花樣年華》奪得康城影帝嘅慶功宴後，喺傳媒面前牽手高調認愛。謝霆鋒更喺演唱會上以因為愛所以愛是愛。不過風飛戀喺2002年疑似因張柏芝嘅介入陷入三角漩渦，兩人因合作《老夫子》2001撻着。到謝霆鋒發生頂包案事件嗰陣，有傳聞話佢喺張柏芝屋企被捕。雖然佢一度翻返王菲身邊，但最後都係分手收場。2004年，佢同張柏芝喺無極復合。王菲第2年就同李亞鵬結婚。謝霆鋒就喺2006年同張柏芝喺菲律賓秘密註冊，連謝賢同狄波拉都唔知啊！狄波拉仲為此嬲咗一輪啊！2008年，張柏芝捲入艷照門，佢公開力撐老婆，贏得好丈夫、好爸爸形象。但2011年，張柏芝喺飛機同陳冠希合照，據傳係分辨導火線。8月2人離婚，2個仔由張柏芝撫養。2014年，王菲同李亞鵬離婚之後，謝霆鋒被拍到同王菲喺北京公寓前面世紀復合，震撼娛樂圈。謝霆鋒將王菲視為精神歸屬，兩人復合之後，雖然唔似後生咁高調，但依然多次被捕捉到溫馨細節。謝霆鋒為王菲下廚，一齊放狗，戴情侶手環等等，兩人由此至今保持不分不嫁嘅默契，展現歷經風雨後嘅成熟態度。謝霆鋒歌影雙棲，拍戲搏老命，亦令佢獲得唔少殊榮。
1998年佢以新《古惑仔之少年激鬥篇》拎到最佳新演員獎。佢話老豆同佢講，自己同佢差唔多大嗰陣就已經拍過幾百部劇、幾百部電影。佢就串老豆：你拍過幾百部戲，咁你有冇攞過金像獎啊？然後就一個金像獎就擺喺台上面。去到2011年，謝霆鋒以線人拎金像獎影帝嗰陣，可能因為做咗老豆嘅關係，多咗一份感悟。佢高舉獎座，謹言向謝賢表示，希望佢能夠原諒嗰個不知天高地厚、冇禮貌嘅小朋友，要帶大一個咁難教嘅仔，每日仲要笑臉迎人，老豆先至係最佳男主角。佢喺商界同樣有料。2003年，22歲嘅佢創辦後期製作公司鋪朝廷，因為 MV 後製要求被拒，佢索性自己開公司，仲按咗西環層樓做首期。公司營運3年蝕錢，後嚟俾數字王國收購，佢做總裁，參與《狂野時速7》等大片製作。2015年，佢同霍文希開風味 by Beyond Dessert 曲奇店。2016年創立風味品牌，推出月餅、曲奇、拌麵同烤腸。烤腸連續3年全國銷量第一，4年賣15億人民幣，係真風味傳奇啊！2020年佢仲認購特步500萬股，成為股東。對於謝霆鋒，有人愛，有人恨，但無可否認今日嘅佢非常成功。佢嘅成功之道就好似佢喺一次大學講座話齋：想唔想成功？想就唔好淨係講理想，要做理想。如果鍾意我哋呢條片嘅話，就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啦。